一个到樱花市政园区的广场，特别显目色彩丰富的龙年装置艺术所吸引，加上15000丛应景的四季花草，加象征载满台南400的历史存折为出发点，让互过路民众忍不住摕手机来留念。看到台南市政府非常漂亮，很用心在装扮这个过年的氛围。那它的设计很用心。那非常有注意到老百姓的需求，然后这个设计简单利落、鲜明、活泼。至少他把他那个政绩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子。而且今年是400年我觉得他那个生肖做的好像比较认真一点、丰富一点。根据秘书处表示，对市场5天年内配合议会平安几乎点点开始，每一档依照现象拢会设计无同主题装置艺术。特别是今年面对台南400，嘛借着市府创下全国第一的这市政成果，来展现台南人对城市的公益感。今年是龙年，然后呢配合台南400年，所以我们有正式部分就是以4条龙为主。那呢这个部分展现了一些的美化跟一些的内容，所以我们搭配这样的一个造景我们也配合了一些的成果。那呢结入一些的重要的也有很多都是，例如在观光的发展或产业的发展、投资部分，其实都有很多的丰硕的成果。不管你是或者是暗时，伫樱花市政园区拢有无同的风情，嘛成为迎接2024年台湾灯会遍地开花一个讲道。欢迎民众2月17号进前前来欣赏，感受年节的气氛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